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姓戏台。粤剧向来深受我们广大戏迷的喜爱，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关注和投身粤剧艺术。值得一提的是，粤剧中的小生因为扮相俊秀、性格温润，十分符合当代的审美要求，尤其是粤剧女小生特别受到观众的追捧。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去认识一位来自上海粤剧院的女小生。她不仅是深受观众喜爱的青年范派小生，同时拥有曲折精彩的戏剧故事。在她坎坷的戏剧之路上，越挫越勇，绽放光芒。那么，首先让我们来一睹她的风采。你晓得没？这且真是叫谁鸳鸯，假意沙里谁所想，碧落得情丝深，娘子的真深水去过银缸涨，呀，青铜器早成你巧面司老师您好，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百姓戏台，我是上海粤剧院范派小生司玉玲。哎呀，我觉得刚才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就已经看到了你非常精彩的表演。那我想说，其实司老师您是专攻范派，对吗？是的，您是师承范瑞娟老师。对的，我是跟范老师学的，然后后来又被老师收为关门弟子。老师呢，不仅他教导我生活上面，还有在教导我演戏上面。生活上老师还经常跟我说，一定要人要做到那个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他。要做到有傲骨。对，这些至理名言，所以一直铭记在我的那个心中。他说要学艺的话，一定要先树人，人也没树好，你就休想做我的学生。您一开始就是师从范老师吗？不是的，要讲到这个，我还有一位神秘的嘉宾，还有神秘的嘉宾。那当然了，他不仅是我的贵人，也是我的恩师。另一位这个贵人到底是谁呢？他到底有多神秘？平时大家有多难得能够见到他呢？接下来有请我们这位贵人。哇！哎呀，老师好，老师太激动了，太激动了。老师，我也要拥抱一下。来，就到中间来。
沈老师真的现在太难得能够看到您了，因为我相信说喜欢沈老师的人，大家都知道，以前沈老师在咱们上海滩，在咱们越剧院可是叱咤风云啊，对吧？又会唱小生，又会唱花旦，什么都会唱，全能。而且最关键是这几年是不是一直在国外，很少在上海，对吧？是。那沈老师，今天我们怎么有荣幸能够把你请到百姓戏台呢？因为为了玉林。我的学生，因为他一直在我心里是非常美好的。今天他有今天这样能够来参加那个百姓那个戏台，我一定要支持他的。沈老师，您啊是我们司玉林的贵人，其实也是一个伯乐。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遇见他，然后又能够成为他的贵人呢？您还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情形吗？是这样。因为我在没去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因为经常要去教学一些学生吧，那他那时候在松江，那我呢正好有同事介绍到那边去教他们这个回师吧，因为我看到第一眼那个玉林呢，给我的最深的影响。从他那个形象啊，他的嗓子，还有他的表演，我觉得他是一个将来能够在舞台上出来的一个基础的人才。那时候我可能有一点私心，因为我认为一个人才应该。好的人才应该回到我们越剧院来，这样因为条件比较好，对他的培养出人才的地方嘛，对吧？所以我就把他从那个松江就是调到了上海戏曲学校。当时在松江的时候，我真的是，那天出来的时候，我是跳墙头出来的。跳墙头对的，出来。对。那时候他们那个团里呢，是要出来的话，他要全封闭，就是全部要请假的，要请假的，一定要有团长的的批条。那么他们呢，他还有另外2个学生，他们因为想多学一点东西嘛，所以本来是应该星期六他可以放出来的，他们等不及这个时间了，他们星期五晚上就3个人就跳了墙，乘车到我这边来。他们说要早一点学东西。沈老师的一句话，我觉得作为年轻人来说，可能奔着理想、奔着希望去，可能就很冲动的就翻墙头逃出来了。但是沈老师这也是一言九鼎的人，他说了要帮你们，其实最终其实无亲无故的，但是他因为惜才，所以最后也真正是让你的人生起到了一个转折。其实我还想给老师讲一句话，就是想跟恩师讲一句话，我就借用我们《李娃传》的一句台词吧。乌鸦反哺，羊之跪乳，就是在我今后的这个人生，我一定要当涌泉相报给老师，真的。谢谢。哎呀，2个人拥抱一下，哎呦，我就感觉。好感动哦！我们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一起来听我们沈玉兰老师和我们司玉林一起合作的一段唱段。今日是飞呀王寿大吉，万户百官都大喜，众兄嫂城上坐得来杯水，醉我若是一身虚惊，我临怎样做不你？你不去拜寿是何意啊？我知道你怒气冲冲为何故？恰原来为此区区小事体，你当我不把公公我笑你无马不自理，你白色是毫不自理，分明是你把我的娘看不起。并非我不进宫，我不拜寿，从来是君拜臣无此理。穷人明白是有的，家与国家便是我该的妻，哪个儿媳妇把公公
地。我虽早年为驸马，比不得民间富裕妻。要知道，你我的身份不能比那凤凰雀鸟有高低。你是当家的人民子，我乃是金枝玉叶帝王的后裔。可呢？在戏剧学校里，司玉玲的勤奋刻苦很快获得了范瑞娟老师的关注。范老师从手、眼、身、法、步开始，手把手地向我们的司玉玲传授了范派艺术的技巧，亲传了包括《梁祝》《李蛙传》等在内的范派的经典大戏。从范老师的身上，司玉玲不仅学到了门派的看家本领，更加领悟了做人立身的道理。范老师的那句“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深深地镌刻在司玉玲的脑海中，成为了她演艺道路上的座右铭。名师的点拨加上自身的刻苦钻研，司玉玲在艺术道路上日趋成熟。她深切感受到范派小生的特点在于人物全面，不同身份、性格的角色都要拿捏得当。尤其是梁山伯这个角色，感情丰富，悲喜交加，这也是范派的经典角色之一。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由司玉玲带来的《梁祝》选段。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青年粤剧演员，也是司玉玲的同事。今天也是欢迎邓华伟来到我们的百姓戏台的现场。今天其实把你请过来，我相信你和我们的司玉玲肯定之间关系也是不同一般的。今天我特意把那个司玉玲给支走了，对吧？就所以说咱们俩单独聊。你觉得司玉玲在生活当中，你眼中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在我眼中，我想用3个词语来形容她：她善良，感恩，热情，对，很热心。我觉得我很短的时间里面，比如说跟他接触的时候，我发现他身上是有一种很开朗的气质。对对对。就有一些人，如果见到陌生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有一种磁场，是觉得哦，你不要靠近，有距离感的。但是你看见他的时候，你觉得他完全没有这个，就是说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那种感觉。对对对，他很随和。在工作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你们俩一起要探讨一些角色的时候，会不会是他是比较能够主控的人？我们俩还是比较互相尊重的。我们俩这个就不管搭戏也好，生活中也好，都是互相尊重对方。会争执吗？争执的比较少，但是呢，就是会，比如说我们这一场戏演好，晚上到了这个房间里，我们会讨论。哎，我觉得今天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再调整一下。明天那个地方，我觉得你今天这个蛮好的，就是互相会，就是很尊重对方的前提下，来就调整的更好。那今天你们两个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演出？今天我们也就准备了这个《梁祝》里面的《十相思》。
玉玲自己介绍一下这4位好吗？这应该是你的同事还是？他们都是我的朋友。跟我们的玉玲呢是怎么样结缘的？哦，是因为我的搭档他是那个施玉玲的好朋友，我的搭档跟他也10几年了认识，所以就是说经过他的引进吧，就是说我就认识了施玉玲。所以你们现在也是好朋友了？不是好朋友，我们是家人。有一次，我和我的搭档，上海的搭档在上海艺舞台演出《梁祝》的时候，哈，就是施玉玲还有邓华卫这2个人，他都在我们心目当中，他们是特别大的明星。可是呢，就在我们演出的当中，他们一个是拿着梨，一个是拿着水杯，就是说我们一下台了，马上就递给我们，一个递水，一个递梨，下台口一会儿跑到下台口，一会儿跑到上台口，就这种举动啊，就是说他们这个东西，明星都是说，基本上是别人伺候他们的，他们就是说会对我们就是说这么样的就是好。真的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觉得从真实的故事当中，最能够体会到真实的人。我是他的粉丝。嗯，那一次他刚刚休息的时候，我们玉怀一个戏迷组织活动去敬老院唱戏献爱心。我说玉玲老师，我们明天去。我说你有空吗？他说好啊，我也去啊。他很爽快的答应了。哦，去敬老院，敬老院送爱，看望老人们，看望老人送爱心活动。他一点都没有明星的价值，我很喜欢他。这一位来。好，我是上海的。因为在上海的关系嘛，所以跟玉玲姐姐就是平时生活中会接触的多一点。那其实我们2个都是吃货，就是平时都喜欢一起吃一些美食啊这些东西。然后呢，正巧的是我跟玉玲姐姐都喜欢吃肉。然后，因为要演出啊什么，经常要保持身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看着一盆红烧肉就很纠结，然后纠结了半天，2个人还说还是吃吧。亚萍来，你好，你好，我跟叶玲一说到吃货也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刚开始我在偶尔当中看他的戏，我要想这个小生怎么这么美，这么好听的声音。后来有一次在吃饭的中间当中碰到了他，哎呦，我想生活中更加美嘛，哎呦，我看就这样也迷上了，就是这样开始的。然后嘛，他为人是很好的，大家就一致公认他的为人好，而且跟他交上了很好的朋友。那既然这样啊，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们施玉玲和花旦们一起来合作一个唱段。两兄苏旁门前一枝梅，时常鸟儿对唱对，喜洽满是喳喳叫，想你两兄抱喜来，弟兄二层层满来，满街喜洽成上对，从来喜洽把喜讯，恭喜爷的一路平安把家归。
配鸳鸯啊，青青荷叶青水呀塘，鸳鸯成对一人啊上，配鸳鸯配鸳鸯，可惜你应该不是女红妆啊。前面当了一条飘来一对大白鹅，用的走在前面走，此地儿面叫哥哥。一人看见我开口，哪有此我教用我？你不见此我他对你微微笑，他笑你两兄真是爱得我。既然我是爱得我，从此莫叫两个阿公。接下来要请出来的是一我批们的帅哥们。对好的，有请小生们，小生们有请来。刚刚一说帅哥，我这样，到底是谁？一看对的三位这个英姿飒爽的这个对女性朋友，我是施谭慧，那个跟施玉玲妹妹啊，我是那个比方说哈，跟她打电话的时候哈，我不会叫玉玲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就叫妹妹、阿妹，哦，没有名字的称呼，这是因为这个我就觉得她已经是我真正的亲妹妹一样的。就是有一次在那个杭州有一个比赛，那么这个妹妹呢，就是把那个我是参加了一个节目是回18，她是手把手的教我，那么还有到这个比赛的时候呢，就是她就专门到杭州陪我去的。特意赶过去啊？回来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晚上已经在凌晨2、3点钟了吧？凌晨2、3点。对对对，这个是我是真的是终身难忘。那个时候我刚刚好像是养好小孩，只有几个月。养好小孩好像我还没有在舞台上唱的。对，反正就是只要有时间，他就是为我们这种就是这个，我是已经就觉得享受到这个真正的一个妹妹对姐姐的一个关系。家人嘛。后面两位这个看上去明显就是年纪要更轻一点啊，对是吧？认识一下你怎么称呼？丹丹你好。啊，你好，你好啊。我叫陈真叶，是来自上海的。生活中和舞台上我都很欣赏她啊。首先就是我是从初中的时候开始就喜欢上了越剧，同时呢迷恋上了我们这个越剧的范派创始人范瑞娟老师。那么，我和司老师相识是有缘分，但是更多的是因为司老师的身上呢，我在司老师身上可以看到范老师的影子。一方面就是在生活当中，我觉得司老师就很像范老师，平易近人，然后真诚大方。然后在舞台上的这种艺术感，他就能够继承范老师的一个阳刚之美，就是他不沾那种脂粉之气，没有女小生那种脂粉之气，他有女小生的阳刚之美。我觉得在这么多年过程当中，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们喜欢司老师，那和司老师以及这些朋友们在一起呢，去学习戏曲，去学习越剧以及范派的这个过程，我是觉得在我的工作和家庭之外，是让我十分享受的一件事情。我们一直是作为普通观众这样子去喜欢他的，在台下默默地看着舞台上的他，默默地看着他。然后呢，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火花，其实是在我生好孩子以后撞出来的，也就是不久之前，我们2个人变得特别的熟。怎么会呢？因为那时候我刚刚生好宝宝以后嘛，我是小妈妈、新妈妈，不懂、很多事情就不明白。然后司老师她已经是妈妈很久了，做了很多年的妈妈了，资深妈妈，资深妈妈，她会给我很多的建议，怎么来育儿。然后呢，给我寄了一些书籍，还有一些这种宝宝用的一些东西。这么细心。对对对，然后有些都是国外代购的。然后我真的非常感谢她。他们其实也是非常的关心我，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相互的。我觉得是相互的，因为有他们的对我的照顾，还有对我的关爱。然后我理所应该的也要去回报给他们。很谢谢今天的3位小生啊，对吧？我们按照我们司玉玲的说法是，我们的帅哥们。那既然帅哥们来了以后，今天要不给我们也来一个精彩的唱段怎么样？
位出道已久的范派小生啊，司玉玲并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她不断进取，勇于突破自己，在成功的道路上华丽转身。如今的司玉玲在学越剧毕派，甚至演出过全本的毕派经典剧目《玉堂春》，获得了戏迷朋友们的一致好评。今天，著名的七派花旦邹红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一起欣赏两位共同带来的七毕经典《游园初会》。家宾女在花，自有美声呀旦唱，将以欢笑作浓妆，满身紫彩。团长您好，你好，你好，很高兴今天请到你啊。我想说，其实我们今天整个一期下来，我觉得说您是他的领导，同时我觉得您也更多的是强调您是他的朋友。对，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我在没有当团长之前，我们就是非常好的姐妹。尽管她是我们下一届的学妹，可能要比你要应该说是学妹，学妹。对，但是我们一直都非常相处得非常好。最早的，我觉得我在没有做领导之前，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我作为做团长以后，他跟我讲，他说：“姐姐，你做领导以后，我们作为好朋友。”应该用更多的行动来支持你。如果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的时候，你第一时间的跟朋友说，我们肯定一定会支持你。哎，我觉得，因为一个人做领导吧，也是从不懂到渐渐的成熟。所以说最初的时候确实需要很多朋友。来支持你，所以说那么多年，包括刚刚说的我们的华为跟玉林，他们都是在默默的背后支持我。只要有任务分配的给他们，他们都说没问题。有时候包括有的戏里面突然的有演员发生状况了，需要顶，因为他们也是在我们团里面已经是主要演员了。按理说他可以不去跑龙套。发生突变的时候说，哎，玉林啊，这次有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你跑个龙套，没话，没有第二句话，好的。就是除了主角以外，如果跑龙套，如果这种团里需要的时候，他们也是义无反顾的，只要你一句话。我发现其实其他的很多演员，比如华为啊，比如玉林，都是叫你姐姐。对。就是你们大家之间的关系，私底下的关系，其实是像姐妹一样的吗？是的。然后平时比如说在业务上，不会有一些所谓大家之间的竞争吗？会啊，会有竞争的。那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他们把我当作竞争的对象，希望能够向我看齐。他们经常说的，姐姐，你们经常有什么？我们在表演的时候有什么我们不好的，你要及时的要给我们提出来，我们能够在你们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所以说，施玉林呢经常说，哎，姐姐你要跟我一起演戏。所以说我们在排练《梁祝》的时候，他是吴凤花的 B 组，说是 B 组，但实际上，吴凤花她有时候，团里面有自己的团务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她跟我一起演，她自己也说的，她说，姐姐，你要跟我及时的指出来有什么地方，但是我们之间，因为她也叫我姐姐，平时关系又比较好，我们没有这方面的顾虑。说我跟你说了以后，他心里面会什么不舒服啊？他是希望你能够跟他多说一点，而不是说多说一点缺点，多让我这个进步一些。对。今天我觉得这个访谈既然你来了，我觉得要不今天咱们就姐妹花，给咱们也还是带来一个唱段，好不好？因为我跟施玉林之间啊。合作的比较少，也就是我跟他那个前年一起那个排的那个《梁祝》，就是原范版的《梁祝》，我们有很好的合作，我们来个18相送的后面分别。好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对姐妹花带来的《分别》。红颜两分开，弟子两兄可曾起房配？早知有兄未婚配，今日相逢为何来？要是两兄请里听，小弟替你做大媒，夜里听我来做媒，弟子千金哪一位？就是我家小菊妹，不知两兄可惜哎。九妹今年有几岁？她与我同年啊，乃是双胞胎。九妹与你可
想想，他平毛袖下做英台，vị子神不开不开，家务中谁应在？事事都在眼里来要在，两兄你花桥早来，七巧之事，七巧，我家来。我们期待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看到思林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加精彩的作品。百姓戏台关注戏剧，关注身边的戏剧人，在我们的舞台上能够认识最鲜活的、最真实的这帮戏剧人。观众朋友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关注我们的百姓戏台，我们不见不散。